想要揾靚樓唔使周圍走嘅老友，今日同大家嚟到保利4期啊，帶大家睇一套128方嘅4房單位啊，業主嘅度假屋，中高靚樓層，南北對流戶型啊，而且家私家電齊全啊，有興趣嘅跟住我一齊上樓睇啦。呢套係128方嘅南北對流戶型啊，大4房業主自裝嘅度假屋保養新淨啊！呢邊就客廳位，對側就係我哋望花園嘅景觀陽台啊！整個中心園樓嘅盡在你眼底啊！翻到嚟呢邊就係我哋嘅玄關位嘅，對側就有個景觀嘅休閒書房啊！呢邊餐廳位，餐廳對入7字形嘅廚房啊！接下來帶大家睇返我哋嘅靜態區嘅動靜分區，右手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啦，呢邊就係作為一個休閒房嘅，咁左手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兒童房位置啦。最後嚟到我哋嘅主人房啊，睇返呢邊嘅空間格局非常之闊落㗎，放米8床啊，仲有個獨立嘅衣帽間㗎，對入就係我哋嘅主人衛生間啦。呢套單位零成本入住啊，家私家電齊全啊，想要買毛坯嘅都有啊，有興趣嘅後台的我發資料啦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